最驚嘅係咧，唔係30歲仲未揾到方向，而係咧一直咧用人哋嘅標準咧去揾自己，永遠咧都唔可以成功。其實咧揾人生方向咧好簡單，只係咧我哋一直都向外揾，而咧忽略咗我哋內在嘅智慧。我知道咧你依家好迷茫，唔知道咧自己想要啲乜，希望咧人哋咧俾一啲標準嘅答案你。我哋咧成日都係期待咧外界指引我哋，但係咧你靜落嚟之後就會明白，潛意識咧一早就知道答案。好多人以為咧揾方向咧要讀好多書，揾導師，將職業規劃同埋價值觀咧全部都要釐清晒。但係真正嘅自我探索咧，只需要睇清楚3到5個核心嘅模式，其他咧困惑咧都係由呢幾個深層嘅模式咧衍生出嚟嘅表象。我哋咧人生咧就好似咧一幅巨大嘅畫作，表面咧好似色彩好複雜，實際上咧只係咧幾個主色調去支撐。潛意識咧係通過咧畫畫咧傳遞生命嘅密碼，核心嘅模式咧都會咧喺畫裏面咧顯現出嚟。當你嘅深層天賦咧啟動咗嘅話咧，你嘅人生道路咧就會更加清晰。我有個學生咧去做金融咧工作咧已經10幾年，但係咧內心係好空虛。通過潛意識繪畫咧，佢發現咗佢內在咧滋養嘅原型。轉行咧做兒童教育咧，反而令到佢咧揾翻人生咧真正嘅動力。喺我嘅系統裏面咧，你會用畫筆咧同你嘅內在智慧對話。如果咧你想了解你內在潛意識卡位嘅話咧，可以留言111做一個咧簡單嘅繪畫測試。